我喺资料北方出世，资料北方新法求学，20年后当搬到了北山大厦嘅总督方。如果我细细资料北方来讲，非常嘅贫富。当中亲戚朋友研学来了北方，我觉了木啊，茅草嘅木，个竹壁嘅木，溜溜草草啊。咱研学来我只个唔一样蛮当好，所以我主要想法。甲10年前主要假扮我去一间民宿，去一间东江嘅民宿。让我让整理好去。我从两个等下跳舞啊咩，日本时代都伫个做啊，到尾都表体啦40人年无伫个做啦。虽然说个成本较高啦，我嘛希望讲，个生意呢做得一推传一推，伊继续传下去啦。啊，罗山咧跳舞啊，安好势啦，我嘛希望讲，做得带动较多个银行过来本罗山有较好的发展，无同样的发展啊。日春一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娘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泪已风素年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望，太初文言苦渐渐。日秋处处甜归烟，年年因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各位下晝好，面些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明珠。富里鄉也特別嘅空氣清新，水質非常嘅清麗，也係全國都地嘅。唔但將南肉當皮，菜地嘅農民朋友，聖誕節去來遊山耕種，咪衍生出眾多秘密感動人心嘅故事哦。行家拄好啲也辦塊團成素菜嘅火山地形，菜地朋友用嚟使用資源，做出手工豆腐呢。今日就睇你民族鄉下來的富里，來的感受特別嘅美好哦，來哩。富里鄉地花蓮縣清南片，雖然南肉當皮嘅山樂蔬菜，主要耕種為主，係台灣東部重要嘅五味之鄉。了特別點清又開發。細路嘅新鋪滿行，完全唔是小不要富富貴嘅茶嘅結果。總頭度悠悠，長係時間停停供養。地度除咗各種農作物以外，多年嘅自然生態，每本觀光產業發展起來。Hello，太公安做啊，你好，你哋做乜嘅？摘你咪嘅番薯菜，番薯一，係番薯菜，大做出嚟摘菜嘅。係啊，等下本人學識做本人學識。哇！市里楊太哥，菜地客家人，雖然喺台北打拼嘅多年，做出高關嘅嘗試，無限優雅嘅生活步調，所以才懂係行走嘅前夕。故受啲經過嘅足足2年，逐禮拜5轉到富里。種樹、長路、長天、起舞，禮拜日高級等觀眾台北嘅日曆，千百米原來心關度嘅夢想。太哥，摘番薯一邊我行一摘麻菜。摘黃芎菜啊，突然來去看下嗬。都嚟。兩位鄉，兩位鄉。我當好是黃芎菜嘅。誒。就兩個哦。誒。哦，幾個行程咧哦。冇唔錯。哇！因為那個黃芎菜啊，那個吃起來那種有些那種野野，所以它看起來也是這樣，外葉是凍嫩凍發的樣的。冇唔錯。好種冇啊？佢當好種兩個菜嗬，凊彩種佢凊彩生，他把佢做咩生嘅東西嗬，啊無分季節，
今年四季都有种的，所以应该太蔬菜啦。咁做嘛呀下尾鋪下到無乾的啊？呀，普我講做個當中間就冇冇俾生錯啦，個錯生好夾定嘅錯嘅，嗬，咁樣講，比乜嘢都較夾嘅東西，唔是用文照顧咩，唔是講嚟噴咗嘅啦，乜嘢微配啊，講少，唔是。真的，個蟲唔會蝕嘅。佢愛嘅水分多冇？你們唔是用完水分咧？也還好，是不是？還好。可能特別做雜嘅。兩個嗬，按下弄呢會爽嘅，你下燒，雜到都再燙，而唔是用剪刀剪，咁麻煩。俺老豆給我有一些那種白白的那個汁液，不會。唔會，其實唔會，冇錯，反正淡薄有汁液，其實唔會有。很嫩哦，家下會用洗起來，按用爺爺嗬，命一輩就點用滑滑的嗬。泰國種特別好山好水啊，種出來長出來一定特別好食咯。我哋比種嚟菜嗬，通山泉水啦。咩唔是用慢微配啦，嗬啊，吞咗嗰兩個東西，從來冇一識嘅，唔是配乜嘅肉嘅啦，但係咩乜嘅配味都配先好啦，煮好唔是要非常多。誒，加種個黃姜菜，叫乜嘅滋養加出咧？呀，人家黃姜菜嗬，佢哋嘅蛋白質啦，嗬，鐵質、鈣質嗬，含養呢個營養豐富啦，非常的豐盛。聽講人非人家種嘅咧，兩個東西都炒麻油，本種嘅顏色。哇！加幾種啊？加好多黃姜菜啊！兩個菜都推骨嗬，我應該推微所傳過來台灣嘅菜。你講人都講紅楊葉啊，呢個皇室裡面嘅當雪到紅嘅菜，就按照黃姜菜。兩個菜用分當過，有菜中之王嘅號稱。黃姜菜係落葵嘅片名，兩下台灣有青色種、老吊菜色種，因為有啲咧奶嘅粗槍味。人客嘅接受度無限高，唔過老當到青菜較冷無共用哦。黃姜菜算係性溫皮，含溫熱熱。對營養學嘅角度來看，佢嘅維生素 A 有抗氧化嘅功效，對胃腸有較好嘅保護哦。泰國人鹽度好，還有種埋其他嘅青菜。有嘅龍角條啦。哦，秋葵。秋葵。行家又有蔥誒。有蔥誒，番薯汁。其實呢條嘅菜，我好難種啊。泰國家種也得土地係本地人會開哦。捱工撩下來，撩到捱啲又邊樣天神推咧。仲要金錢咧。仲要金錢冇唔錯啦，條嗰又邊樣嗬，種禾誒，呢隻家田地咩磨法嗬，啊種隻家要喺磨喺東西，人磨咗幾啲都拿嚟種有機嘅蔬菜。啊你唔係講，如果試到磨試到酸咧，咩唔係話要噴咗嘅啦，咩乜家配化學肥啊？該是冇必要啦。是。我本人學些東西，我先下健康啲喂。而且人會看，也得土地年代用嘅話就冇瀉藥嘅。呀，隔壁嗬喺羅山嗰個有機村啊。我呢邊貴莊條嘅嚟講，咩空用啊都做有機。種嚟嘅菜嗬喺本人學些咧。但講種就都要，那種冇切都酸咧，係冇必要去噴農藥，先下健康啲下要見。哇！嗰時候你看穿嚟按到推年下來，而又有一個字咁樣留佢保護延續下去哦。冇唔錯，係，認同位啦。其實嗰啲啊貴山咧嗬，種檳榔樹啦。其實嗰檳榔樹我當要記得，你講我睇嗰係綠箭，今日它變到綠土，它冇人愛咧，它幫佢防，啊幫佢防它你實驗做要冇種乜東西，你啊經營啊進嚟上下鄉，或者講啊你浪費土地嗬，切菜當磨菜，或者係種有機蔬菜啊，本源食啦嗬。當到阿公級嘅史泰尼，頭擺老檳榔當作係當重要嘅經濟作物。古時檳榔樹就變做東埔親接看到嘅風景之一。不過為了保護接來拜訪嘅動物，古時泰國兩公婆用分別來到綠化嘅方式，繼續種各種樹嘅青菜果子，帶定長摘下來嘅各種青菜來嚟學料理了。哇！太靜，你喺度呀搞畢業，好幸福哦，就像是住在玻璃屋裡面的公主一樣。是，沒錯。劉鳳蓮太子，氣象又熱情，面孔總係本人看到幸福嘅笑容。好料理要當為老自家種嘅食材融入口舌，接看到來到呀到畢業嘅人，食到佢親身做嘅料理過後。這種滿足嘅樣嘅，甘肅就像地步卡，就係按鈕嘅成就感，本期感恩落神來做料理。
我们今天要先做的第一道菜呢是麻油松板皇宫菜。来怎么做？你来教我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先让麻油热锅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所以我们的麻油呢就少许，对，才不会那么燥热。再来是姜片，我们把锅子加热。而且它跟皇宫菜一定要跟麻油这样，跟有点像是川七的煮法吗？对，因为皇宫菜呢，它本身的菜的属性呢是比较温平的，它不带凉性，所以呢，一般像如果坐月子的那个产妇来吃非常好，那或是说我们女生来吃也很棒。那你加一点麻油进去的话，它会提味。咁唔知啊，知道啊，來到仲下高後，亞頭尾嘅 Q 米老杜絲有嘛嘅茶片，不什麼不一樣？都市的口味当然它是变化比较多，它的调理的方式也比较多。那乡下的话呢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比较讲究养生，再加上我们都是自己栽种的蔬菜，所以我们会尽量是用低油、低盐的方式来做料理。而且我觉得你这里真是5星级的厨房，你现在真的超疼您。中央山脉尽收眼底，那前面是中央山脉吗？对，我们居高临下都会做料理耶。错，他说他回来圆梦的，跟你呢就肯定给挣了耶。我陪着他做梦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进入梦里面最美好的时刻。这里真是5星级的厨房，你现在真的超疼你。你看，你看宽下去，中央山脉尽收眼底，那前面是中央山脉吗？对，我们居高临下都会做料理耶。哎，错，好，来我们下松板了。好，来 ，OK， 全部都有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松板肉里面，我们会让它带一点油花进去，所以会带点比较滑口的感觉。我们呢，再来加一点点的水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兑一点米酒进来。来到总哈啊，什么都放得很轻松，这样对不对？是的。OK， 那我们再盖上锅盖。夫里亚岛毕啊，没有懂得原住民，你会不会没有做一些跟原住民学一些他们的料理啊？原住民的料理，其实他们很多料理也都是偏原味，熬煮汤头的那个就是不太一样。而且会用那个内冬的呀、刺葱嘛，是珊瑚椒那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也很会善加利用那一种所谓的辛香料之类的，加到他们汤头里面去，然后让味道提鲜更好。好，太清牙还有没差不多哎。差不多喽，因为已经规间的粗香哎，超级香了，很补呢，很补，这味道很补呢。我们现在差不多了，好，我们就把皇宫菜放进来，让它吸附一点汤汁。按钮黑要是喝汤的还是干的？因为现在是夏季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让它有点湿润的感觉。那你当然，你如果想喝汤的话，那我们刚前面也可以。放糖主要是呢，也是让它提一点味哈，但是不需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提鲜明细听听。我们下一点枸杞，干记落去。对，枸杞下去呢，除了配色之外呢，本身它带有点甜味，所以我们刚刚的砂糖不需要放太多。还有最后哎，好了。太子老爱讲，黃蓉菜未做地地煮之前，先用滾水燙過，也係用葉筍呢，辣椒味也就香料來炒。做得出體，大家冇辦法接受嘅難味，未做得提升爽口、老氣嘅感覺哦。太子，我發現到啊，你的菜色越來越花俏了。聽你這菜色菜很卡多哎。對。這是要做什麼料理啊？我們這道哈，就是利用我們自己家裡種的長豆，從然後呢，我們來做一個編織的變化。變這樣，對，有沒有像藤的感覺？很漂亮呢，很漂亮哈。今日出菜名都乜嘅？長豆花園。長豆花園，好浪漫哦！先來講下一樣嘅編好冇？好，來，先來做手工藝一下。對，好。來，一人一根再。來，謝謝。來，這個編法很簡單。嘿。就像我們在打一個繩結、活結一樣。那我們這個直徑呢，不要打得太大，那我們就順着這樣子繞圈。哇，好厲害哦！做的香出的按鈕，膽槍按鈕在視覺上面就讓人家覺得很新鮮這樣子。對，沒錯。做對嗎？做對。
冻姜，我们稍微要过一下滚水，去一下青，然后呢，大概5分熟左右，我们再拿起来。泰国讲啊，你要得做了要到毕业没上5-6年的时间呢。他说他回来圆梦的，刚你嘞，之前那个真了耶。我陪着他做梦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进入梦里面最美好的时刻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不是很愿意回到这里来的，对，因为人生地不熟嘛，虽然是婆家在这里，那回来这里，其实你心理上会有一点那种先天的抗拒感，对。但是从盖房子盖了这个民宿，一直到今天，其实我已经融在这里了，已经规上你，然后要到毕业合而为一，爱上这里了。没错，整个人都融在这里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来做第一道嘅料的调味，好来调配一下。对，第一个我们呢，我们先来下绞肉。嗨，太极，你安不煮食啦？还是你自己本来就有学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因为在这边每天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客人，所以呢，你会想要提供一些更不一样的食材，还有这个料理，然后满足大家食欲。我们刚刚放了绞肉跟虾泥，我们现在接着放一点蒜末、葱花。对，葱呢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。真的。夏天呢，绞肉、虾泥搭一点葱花，你会觉得很清爽。好香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再放一点点的盐吧。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。胡椒粉，哦，动功夫呢，你要出错呀。对，好了，有香油，我们也来提一点。不用得味香油啊。是的，让它吃起来香香的味道。好，OK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搅拌喽。好，不说太清啊，之后你要倒闭的真运动站的，你看泰国家的盐度中嘛该东西，你就把它拿来变做料理这样子。对，真的，而且就这么新鲜的，就都要倒闭的，听听。对，就在我们山脚下。老搅好嘅料，用调羹嘅热做一团一团，用啲嘅下残嘅床头嘅蛋糕，個表面薄度整到全熟，鐵質嘅醬料行去能愛調皮。等裝排好勢過後，個圓圓淋上去，認真中意，有心就做得自家來做，當到味素堅持原則，就做得做出香豔又好看嘅米線，突出色香味都全嘅好看料理都上做，規間呢充滿嘅米線，本人等唔切，想我眼皮來食了。哇！泰國太清啊，之後人家就真感動幸福誒！你看，那一道味誒，啊用喺山景，全都發度是翻用誒，連在這邊講話都會有回音誒，這麼遼闊的地方呢？對，因為我們剛好處在花東縱谷的半山腰上面，所以你看出去那邊是中央山脈，然後這邊呢是海岸山脈，那面對是花東縱谷，所以你大喊一定會有回音的。真勁哦！好，那我們就一起來品嘗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先来吃这一个是松板麻油皇宫菜，皇宫菜，对，好来吃吃看呢。口味怎么样？这个按企业抢吹，其实呢，一撒容易就低，非常的鲜嫩这样子，就都要散给别人的笋的这样味道给听听。而且很高黄姜菜有条件会讲那种鲜味，现在完全不会有哎。花东地区哈，尤其在我们富里这一带种了这个皇宫菜哈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灌溉它的那个水质有关系，还有土壤也有关系，所以因为我们家的皇宫菜呢是吃深山里面的山泉水，因为皇宫菜本身带点粘稠，然后又有点带点泥味，那个泥味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。真劲，非常的好吃。撒好了，我们来吃两个。大姐，你真的是做得很漂亮哎。应该有糖豆爱吃的声音吧？那个床头会很脆哦，而且咬下去呢，无像我口感全部160度，包括呢那个 Q 弹的肉的部分，都要动清脆的床头味。不过重点呢是松柏油条那个寿司啊，然后那个你起的葱花非常的香。整个就是又齐又厚实，而且呢，那个提味部分葱花这种很重要的重点。是的，没错。看起来很小，但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而且亚给黑矮色瓜安朵吹色底它是我第一次吃到，所以它是创意满分这样。食材簡單，撒係配味無嘅暖心米線，吃下講龍腳頭培根腱，
bacon 嘅重口味，老龍腳頭嘅情形搭配到當好，用吊菜嘅包蛋葱嘅老甜椒味嘅做法當創新，冇太多複雜嘅調料，純粹用青菜本身嘅刺，帶出清甜多水嘅上癮口感，搭出都係上癮嘅片菜飯哦。我做一擺來到富里嘅時節，竟然發現到，你看下嘅交通冇咁容易搭到嘅素材，特別有當寶貴嘅，不管係天然資源啊、老人情面嘅。可是對泰國人來講，呀特別有冇共用嘅，從呀特別你細細都要睇嗎？嘿，冇錯，我細細家吼，主要講出世。嗯。嘿，如果我細細家吼，帶了尾方吼，係冇錯嘅木。真嘅。落水田都係冇流水嘅木，差唔多帶了20人人家。因為吼，提個細細家完全都講冇甲白連沙，甲白連沙都離我哋比較差唔多1公里以外，嘿，從移動人，所以當唔慣磨盤，所以我就講想話用種少啲熱，我嚟搬出去，我搬到吼嚟去下背鄉吼，還有連沙會鎖，所以講20人歲家住嚟木，去要幫做些賺到錢去買啲木，去建木啊嘢。咁講。後來你去到又去台北做生意啊？係我去做生意，做了20尾，做了20人年。哇！種少嘢講你細出世會數少項種少嘢我做人哋會學，我做人哋講起來去木起來。家族講想起來帶天，咩冇想我嚟做民宿，講出來講嚟啦，咩冇想我按多，咁我做落去，大家親戚朋友來帶。感覺你入去猥瑣喎，咩講一好，所以喺我講，人係建議講，要乜唔順差嚟做民宿咯，肯不然退休嗬，咩做咩送錢翻嚟就種啊樣。經營民宿，其實嗰種感覺冇共用誒。剛剛搬回來的時候，哇，那根本完全不能適應，尤其一到天黑哦，各式各樣的叫聲，你都會很害怕，你分不清楚這個到底是什麼動物的叫聲，所以每次一到天黑了，我就開始全身緊繃，然後。我就從鄰居的口中，然後從我先生的口中，他們告訴我說這是什麼叫聲，然後這是什麼什麼什麼，我才開始慢慢卸下心防，很 enjoy 這樣子的蟲鳴鳥叫的聲音。對，從開始啊，用開始經營民宿過後，自家吃到，你最菜得到嘅係乜嘅？經營到現在大概4年多了哈，在這個地方哈，人很淳樸，然後這裡的空氣，這裡的水質。是在其他地方你都沒有辦法接觸得到的。這邊的空氣很甜，然後每天又可以接觸到不同來自各地的朋友，很開心。那以在地我們這邊鄉下來講的話，鄰居之間的這種熱情的溫度哈，就是把我融在這邊的原因啦。對。提講我細家嗬，我哋會東主國小讀個小學要1000人上嘅。照經驗來講，今年存到8個差唔多。我主要我哋比方民宿嘅上去嚟講，就要20家人木，差唔多要160人。今年存到3家人，存到70。退休上嘅我掉落台已經50人歲咧，其他從75歲以上，還有90歲嘅。所以講大擺進來就感覺感慨很深啦，感覺很落寞，怎麼會那麼凋零那麼嚴重，無法避免啦。所以我要進來嗬，咩講啊？冇做咩做唔得，祖先留下來土地啊，冇想為了浪費嚟去，就按做嚟順差做民宿咩啦，幫佢起來。至少就會都要到位嘅重點，嗰條擺年咧，下擺呢還有機會，就會都要到位嘅講你哋家族嘅故事、富里嘅故事，半夜深夜談。係有啦。我想對生活充滿熱情嘅人，總係做得實現夢想。就將其他個專項嘅計劃，理想嘅多年過後，總算做到嘅。客家豐年祭用設計嘅行通，散發出熱情嘅能量，沉澱了解食材嘅特性，還有適當嘅料理方式。最重要嘅就係本地本土，啲食物按樣嘅做自家嘅天，就係料理嘅太自由。本高山田園味淡嘅富里。本人眼裡人群嘅恬靜氣氛，淳樸嘅農村印象，本人嘅心撫平下來。是個為溫馨嘅綜合料理，聽得我來體驗羅山村醬油嘅奶火山豆腐。嗨，民主你好。你好。今日我來撈你，新nhà ăn好食嘅豆腐，然後做豆腐誒。好，歡迎。好啊，咁就麻煩你了。好。
迎向文妈妈嘅温羅玉葉，齊天客家人要到位微笑，講起話來仲係無樣無慢，本然朴實又溫厚嘅親切感。而生活啲沙沙都地嘅羅山村，一到尾係全台灣第一個有機村，好山好水嘅蔬菜，採取為各種無毒嘅農作物。文媽媽自家種嘅黃豆味，還用傳統嘅糟頭小炒來做配比模嘅火山豆腐，唔但將變做為天然嘅料理，還卡係一出大家都傳揚嘅美食咯。老媽，你沒有帶我學做豆腐，做嘛行到有一個太早比同要到邊來啊？我啷講哦，我等你比糖吼，親有用處哦，你太比糖啊吼。之前啊，你因為喺我等你，該下輩專門喺種食啲比糖嘅水去灌溉田吼，你吼上面專門喺散啊，包頂吼，攞杯嘅兩片人大農作嘅吼，攏唔會背過來。變成我等你喺體質嘅有機村啦。唔過你要做豆腐嘅話，咁我用下水，該淡水做唔得啦。該做嘛先來佢了。行來拿水啊。我行卡落去哦。係啊係啊。用咗成山度空氣嘅呢。唔會啦。幾啲度有嘛解？有奶火山啊。奶火山。奶火山嘅水做嚟做豆腐，所以兩個等啲豆腐提好食，我帶你來。好啊好啊。好。哇！就係兩個哦。係啊，你都係火山啊。見到很薄薄薄嘅。係啊。它這個是活的。係唔會出火嘅啦。天！你看你搭俾個氣鹽霜，你看到冇？哦，一泡泡嘅鹽霜哦。係啊，我等講你當不用到鹽餅啊。嗰時韓國人，你看一條泡泡全部都係鹽哦。係啊。天哪！一定要水鹹鹹啊。如果我จิ้一下。好，你試看啊。真嘅，都有一些鹹鹹嘅。係啊。有看下好不好？好啊好。要幾層嘅呀？親親哦。真的。親親啊。送馬目標來哦。怎樣啊？生活生不起來啊，我就問我公公說，請問這邊有沒有賣火種？我想去買火種。然後他就已經笑翻了，他說火種你到底要幹嘛？我想要起火，我想要把火點燃這樣。然後他說沒有，他說你自己想辦法。唔好笑啊！哎呀，啲啦，佢都要殺過，還有那個恐龍會跑出來。哎，真的很深哎。係啊係啊。哇！呀，按到哪種都要咁做得做豆腐。睇你拿裝要冰涼3日當做嚟用啊。哦，會沉澱係係啊。咁唔過會嘛？做嘛一定要用按用嘅水，用一般嘅水咁做唔得係。你一般嘅水無鹹，你有鹹啊，你當做得啦。你水含很多嘅碳酸鈣啊，當做豆腐佢將會凝結。將會便宜咯。係啊。加種頭擺嘅花咁有按用做啊？有啊，日本時代家下我婆婆佢都用有種啲水做豆腐，佢都每個都光復過後都40人人都係都每都冇做啊，都我等社去做社造，我老佢找回來啊，都每張請我婆婆將來做出來啊。哇！係啊，冇家下我婆婆81歲。哇，81歲哦！剛好得要存下來哦。哇，牛你冇方便估對不對？我幫你，我先舀水起來，好唔好？好不好？舀幾多嘅咧？我等通常做一煲都會愛一桶啊。一桶水啊，好，冇問題。好咧。好，用晒啦，用晒。哎呦。啊。辛苦種進來嘅火山奶露水，還會多多同嘅地度冰3日，本無愛嘅東西完全停腳過後，將做得拿來用哦。底下係文媽媽親好嘅盤，加深口小雲，當地嘅做空龍潮落去，準備開始來做豆腐了。用卡細粒、無些用嘅有機黃豆味，係做奶火山豆腐重要嘅材料。除咗黃豆味、老滷水以外，
啲廬山水草拿咗來嘅山泉水，驚鮮，對頭嘅冇做醬開始，搭鋪都係手工來做，切推做唔得青菜哦。等下就直接倒落去嗎？对，全部连倒跳泡给我落去。对，哦，好浓稠哦。可是小鱼，你就要用倒落去过后，是不是要注意要一直把它拉一拉，然后对它要一直搅焦掉之类的？对，没有搅拌很快就会烧焦。你用安厉害，是妈妈教你的吗？哎，对啊，加过来就要烘吗？对，嫁过来就慢慢的学。秋安勇都给煮微沟肠，有什么技术啊，或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我们从磨黄豆磨好之后倒进来这边加热，然后一定要煮到开。那煮开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个皂素，如果没有把皂素煮开的话，煮熟的话，喝了就会拉肚子。所以一定要煮开。然后上面的这层泡泡呢，这个泡泡叫卵磷脂，大豆卵磷脂是最好最营养的东西，就千万不可以把它丢掉。古时候安有就会先煮粥挑嫩这样。对。跟你一天一開始唔會啊，古時候都好嘅高產當中，應該要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哦。就是像起火啊，生火生不起来啊，我就问我公公说：“请问这边有没有卖火种？我想去买火种。”然后他就已经笑翻了，他说：“火种你到底要干嘛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想要起火，我想要把火点燃这样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没有，他说你自己想办法。”那我的办法就是点报纸，对，然后水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木头也起不来。现在想起来是很好笑的事情。小鱼刚刚用黑莓差不多做对了，对，差不多了。那现在因为有点不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比煮开了这样煮开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要过滤。天一擺煮滾嘅貴薄嘅挑嫩，用太熟嘅油到沙布蛋糕，兩鋪按到黏，還會用冰嘅摘出多嘅水分，拎出來嘅頭泡做得做棒、煎餅，未做得來做皮，有當多種嘅用途哦。無怪小雲講，也係切推做唔得挑剔嘅薄，做得夠利用。生下來留理好嘅挑嫩，個冰熱溫度來煮。沙定下來，小魚也還會做乜嘅咧？加泥火山的水，就會亮嘅哦。對，它可以沉澱到這麼的清哦。一定要這麼乾淨才可以。對，那就現在先加下去咯。對，把它加進去。哎，蔥按鈕加的量有沒有什麼比例呢？沒有什麼比例，如果它沒有凝固的話，我們就再加多一點的水。再加多一點的水。對，小魚家蔥加牛奶粉曬呢這個滷水啊，然後加100呢，有冇咁冇空用嘞？因為碳酸鈣的關係，一般是用石膏，所以我們的黃豆量要多很多。對，因為你看旁邊鍋子旁邊多了很多的水，對，那這些水就是我們剛剛起初磨黃豆、煮豆漿加進去的水分，它全部都會還原出來，它只會凝固黃豆的蛋白質，所以我們的黃豆量要非常非常的多。了解了，你按用講啊就了解了。剛才講一般加砂膏給發，它會連水一起凝固進去了。對對，這樣推背這個豆腐，它的純度是100%的，很純，很濃，很純，很濃的。哎，我發現到一溜溜的有一些已經把它凝固起來了。天天的顯出黃好嘅卵磷脂，倆真係天然滋養嘅最好證明哦。倆時節做得流出甜嘅豆腐花，冰煙無味度，夠用紗布來很甜蛋，用絲的冰嘅摘蛋，我用全力摘出多嘅水分。最背面，我拿出殺蟲球摘出水，等水分完全離開過後，生蛋就做得蛋出無味了。等你15分鐘哎，這樣可以了嗎？可以了，打開嘍。好，小魚，我可以打開了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這樣就是做得了豆腐哎。對，就是喲，哇，哎，哦，很香哦，而且豆香哎，很香哦。對呀對呀，我覺得昆漢牛的豆腐啊，很有那種手工的溫度哎，然後給豆腐都做成這樣子，對，燙哎，不會不會。哦，很漂亮哎！哇，真的很香哦！那就按钮可以試吃嗎？可以啊，可以直接試吃，可以吃。哦，很扎實呢哈，懂扎不按呢，而且也很 Q 哦。吃吃看吶。哇，哇。
小鱼，该家中就会有很多板豆腐吗？对，板豆腐。好，刚才就了定手看到小云做出来的鸭跟火山豆腐，对，又全又扎实，而且呢，它完全某不马该寿司，它里面真的有一点点绿绿的咸味在里面。对，因为泥火山水的关系。对，小云刚冲你啊，很记得你替白周后呀给豆腐完成的时候那种心情吗？非常开心啊，真的超开心的。可是我第一次做的豆腐啊是不能吃，我潘大生要卖给客人的哦，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吃到我第一次做出来的豆腐。但是在外形上面是就像这样子很完美的状态。对，那干秋完种周后豆腐啊，会不会就是拿回娘家妈妈给他的分享这样？会，我有寄回去给娘家的人吃过，对，然后他们就说这豆腐怎么那么硬？刚开始他们不习惯，对，然后我有跟他们说，因为外面的豆腐都是加石膏，所以叫他们尽量少吃一点。对，我会常就是寄这豆腐回去给他们吃。你对给他的跟想念这样子的。对，小云对两下当地嘅做嘅事情，虽然辛苦，心都好撒喺当食材有得意，尤其清上延续傳統嘅部分。就像一擺做得做西湖嘅手工豆腐，規則做起來至少要半點鐘，搭鋪有實力又有耐心來等。做好嘅豆腐完全唔係頭擺大家對豆腐溫暖嘅印象，落在嘅全係安心嘅黏味。喂媽媽，你老小云啊，學做嘢嘅火山豆腐嗬，結果我老婆婆嚟學做料理，你嚟講嚟做嘛？做麻婆豆腐。哦，按插班哦。嘿，來，聽下做。哦，先落油落去，係咪打高油煸香一下，對不對？係啊。火山豆腐係加用高紅嘅，加從做菜啊部分，唔計時間增加個加叫高紅。我媽媽吼，親做都高興的啊，我這不看我都曉得做啦，加過來婆婆媽又搞啦。那時候要搬回來的前3天我就已經哭了，每天都哭。我就跟我先生說，可以不要搬回去嗎？回來之前也沒有想過說，就是他們家是在做這個豆腐。我先生只有跟我說是在務農種水稻，對，但我不知道做豆腐這一塊。加過來婆婆媽又搞啦，安尼唔曉我是要人安尼講啊。當初冇時間的漢字呢？冇啊，較逍遙啊。係啊，真嘅。較逍遙，較吃菜啊。大概年英本。好。像一般來講嘅話，一個火山豆腐哦，除了做一個麻婆豆腐，你還要含乜樣嚟做咧？還有用鹼啊。用鹼乾煎呢？係啊，個用紅燒啊。哦。醋條油落去啊。將咱用變化出來菜色是講用嘅時間幾講嘅嘛？冇誒，呀都外邊都做有豆腐家都去家研究看樣辦做較好些啦，豆腐。豆腐。也怕凍奶煮哦，吼。也較耐煮。對。是較硬啊。係啊係啊。呀，安尼冇加色素啊，較唔會像原來豆腐啪啪安尼啊。而且你看連氣味都會加重誒哦。係啊。哇。像呀，富里啊，呢度啊，廬山村啊，像一般來講，遊客多嘛？假日較多啦，平常較無咁多啦。啊，暑假、寒假吼會較多啊。因為倆正經到室外投研的，像他已經4年來的時間，除了外面有一些農忙的人之外，其實當初全部都菜天人較多。係啊。咁然後我等佢滾，等佢滾就好嘅安尼。等佢滾啊，當放一些嘅調油，放一些嘅。用cái hôm nay用國條，我一都好切到暗醬，誰呢用誒？醬油，所以安尼咧吼都冇用鹽啊，冇用米醋啊。我媽像用一般的豆腐來煮嘅話，拍煮啊就會散體，一種較唔會吼。係啊，你一種會較唔會啊。那一下張地原來係老嘅內火山嘅水有關係呐。係啊。
好势咧。好嘞，好嘞。哦，做得我爱让睇數嘛。好啊，本日聊嘛。哇，好啊好啊，我來聊愛做的。古法做豆腐，喺羅山村赤手村嘅4代以上嘅歷史。在地嘅人用天公伯本人嘅天然資源，用自然嘅鹽露來替你撒膠，用強力無污染嘅水源做出嘅豆腐特別好食。聽聽文媽媽喺火房屋面前學做農家菜，古樸嘅氣氛本人當新鮮。哇，今日好得聽我媽媽和個小雲呢，叫下來做一個火山豆腐，所以我睇埋太開眼嘅，真嘅。好好來食啊！呀，豆腐做好嘅，煮好嚟來食下。兩個係乜嘅呀？係涼拌的呀，我哋切下調味醬去試試。哦，真的，好來，叫下來食哦。嗯，因為家少少，將弄下好嘅時間冇叫我叫㗎，我發現到也係要變個個後哦，佢變到很卡綿咩嘅，而且吼當尿呢，那個豆腐啊，搭後咬啊下去啊喏，所以講當初還食得到嗰種體味嗰種感覺樣嘅安尼。家庭的我媽媽呢叫我來做啲料理，也個麻婆豆腐嘛吼。我嚟吃吃看哦。好啊。哇，像呢個豆腐啊，真係發現到，像家還有這個協助一下咁樣，形行下喏。係啊，唔會變。唔會變，咩唔會散，唔會綿啊呢。煮久的過後，佢口感還會重要，而且重要的係，它一樣是做得覺得嗰個素食味道，故說食下去那種鹹辣辣的非常的茶飯啊。好，稍好的，我猜這個是要怪生顏色，對不對？我都很愛的。對啊。好，那問一些普椒粉哦。剪刀按鈕嫩按呢，而且兩個金黃色是沒有再加蛋汁的嘛，哈，本身的色啊呢，那種乾煎的方式又很開始的出給體會上哎，我譬如一些那種炒蔬菜，你個味道呢還係嫩呢。小雲哥，你自家知道一個豆腐腦都不會有嘛？該冇用嘞。像外面的豆腐啊，你是沒有辦法這樣夾着吃的。夾下去就破了，你可能要用湯匙。對，然後它非常扎實，口感上比較有豆子的香味。對，那外面的豆腐他們都會說會有一個石膏的味道，所以有些人他是不敢吃豆腐的，他很怕那個味道。對，所以這豆腐超讚。鹽味豆腐你在度炒嘅時節，就做得咁酥其質薄嘅彈性。用燒油煎到茶又香嘅豆腐，12月就會附椒鹽，簡單調味，味絲就倒好。另外，兩寸麻婆口味嘅老豆腐切做塊，個邊葉文媽媽自家做嘅辣醬，用膠肉向下炒香，淋啲小小嘅飯香，味絲十分上癮。文媽媽，該做你啊！你還記得佢當時有講嘛個經體相宜嘛該冇？甲婆婆教我做甲吼，伊做人來講，佢講安尼做了豆腐吼，要用心去看。而那迄水無啦吼，做迄個豆腐唔好食。水那燙度做迄個豆腐咩唔好食。你要用心去看，天天來看佢個變化樣辦。哎呦，唔好不去講團體去，團體他們擺了安好食的東西。都會冇人食得到啊！真嘅。係啊，你睇那些夾到豆腐吼，愛食吼，就會想到講婆婆家啲教我做豆腐嘅情景啊！好得家記憶傳下來，那麼過5年嘅婆婆都冇出嚟。小雲，你看你來到山紅嘅時間，一開始心裡面一定會不適應吧？畢竟你原本在基隆嘛，對不對？對，那時候要搬回來的前3天我就已經哭了，每天都哭，要開始準備行李啊，準備把東西全部帶回來啊。對，我就跟我先生說，可以不要搬回去嗎？我先生說不行，就是要搬回去。我說好，那我不管了，反正我已經哭累了，我已經睡了。
他自己搬，全部东西搬上车才叫醒我，就说走吧，回家了。对，做了过后，你看婆婆就家的全部跟我客家话，对，光是听不懂，现在你已经完全听得懂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完全听得懂。回来之前也没有想过说，就是他们家是在做这个豆腐的。我先生只有跟我说是在务农种水稻。后来我婆婆就说，他要做豆腐，我就问他说，妈妈你等一下要干嘛？他说要做豆腐。我说好哦。你觉得有趣？我当下没有想到说我要帮忙，我只想到说我要吃。对，然后后来妈妈就说，那你来看啊，来看做豆腐。好吧，来看看。对，你跟有时黑妹成功搞不一，还有计划的。对，都让他人臭满意吗？真滿意啊！真滿意吼，有像家用場下來味道誒。對啊。唔過小云，像你安樣當做豆腐啊，你一定沒有得到成就感哦。只要當客人說，這豆腐不一樣，非常好吃的時候，對，就會有非常的成就感。對，就是覺得說可以把這個這麼好、這麼營養的東西給大家吃，吼，真的是非常好。對。咁除了菜天你會來食以外啊，外地咧還有其他國家你會來嗎？有啊。會，日本人很愛這個豆腐。這豆腐跟他們的非常的接近，對。後來他寫漢文出來，他就寫很好吃，對。這種那時候的開心一定是沒有辦法言喻的吼。唔過呢，就會都按鈕當平凡跟日常地度啊，其實豆腐這個火山豆腐就有辦法傳承下去了。你吃豆嘅，其實不是只是吃到好吃豆腐，他還認識了你們，因為有你們，將會有按好食的那個火山豆腐啊。而且當提供原來嘅當時日本時代啊，阿婆嘅張年代啊。乃火山豆腐，美是因為老人家漸漸的離開就失傳呢。時代嘅演變，人類嘅傳承，馬上沒冇辦法改變。大山人嘅成功都係一個時代，大山人嘅生命當中都留有記憶。對一般人看起來普普通通嘅豆腐，但係溫媽媽老小云，日日照定老方法、老傳統，將做得變出來嘅時間之美。第一切都有經驗，做出來嘅食物將有靈魂、老程度。每張做得有機會，延續到很較長、很較久。後山嘅風情，無論係山明水秀嘅景致，亦係樸實親切嘅菜地鄉情，都菜本人愛戀。其他個兩公婆記得嘅熱情，轉到家鄉來圓夢，還甲老安好嘅素菜，老太自家來分享。我媽媽老小云也就用自然農法種出來嘅黃豆味，還甲結合菜地資源做出來嘅豆腐，真見食過後，本人久都難填表態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歸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線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